即刻開車，馬上翻香港。聽日一早咧去開定啲股票戶口。上個星期美國股市大跌大冧，美國有7大嘅高科技企業，呢個支撐咗呢3年嘅股市。2年前一路升到依家，長炒長有，長做長有。咁咧，佢7大公司咧最近就爆咗2間，先係英偉達，跟住係英特爾，2間都冧到七彩，幾千億冇咗。咁美國嗰個股市冧咗，啲錢會流向邊度咧？一定係香港市場。香港仲係世界金融中心，係嘛？佢個股票交易嗰個接晒美國啲資金，照咁睇，香港個機會嚟啦，鹹魚就可以翻身啦。至於得唔得，大家同我一齊研究同分析，係嘛？香港嘅金融市場、香港股市嘅情況。咁不過依家整嘅經濟唔好，香港就跌咗幾年啦，跌無可跌，應該係時候應該呢個升翻上去㗎啦。美國咧就升無可升㗎啦，係時候要跌落去㗎啦。咁啊呢個西方唔得就東方得㗎啦。呢次啊可能又係百年一遇嘅機會啦。得唔得？你哋自己分析，亦都唔好聽我吹水，係嘛？你哋自己去決定。買股票有風險，至於做唔做係你哋自己決定，唔好聽我嘅。不過我發現到呢個機會，係嘛？美國大冧到七彩，呢個係我哋嘅機會啦。至於得唔得，你哋自己決定。